到难民村。咪咪，我们来搭船喽！离香港的有可能，你觉得不过瘾？刚刚吓一跳啊！刚刚遇到一群难民船，哦，好恐怖啊！大家下船的时候，我回去给你们看照片，超丢的。我也想说，是不是要跟那群人搭？还好没有。开了。反而一般本地人都不多，游客多。因为有地铁啊，地铁啊。那你们也不想坐地铁？可是你们不想看看景色吗？景色我们近海啊，我们整天都看啊。西贡，我将军澳我住哪里也是很海景啊。我们要去香港岛喽！我看看你住哪里？晚上吃大餐，再坐摩天轮。在哪儿啊？是一个很贵的图，管他的，开心嘛。贵。然后好，等下摩天轮接回来。本来想说有难民就拍难民的，就这样吧。